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呢，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今仔咱要讲的主题小项吼是咱进前讲的这个武汉肺炎新冠型病毒哈。那么咱市政府为着要照顾到咱各层面呐哈，不管是大人囡仔哈少年的老的，或者是讲吼咱各个各行各业，那么咱拢非常的关心。今仔日呢，咱要讲的吼，要介绍的是咱学员吼，伫学校内底吼，对着这武汉肺炎伊的这个防治吼。那么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啥物。还有市长哦。严肃面对武汉肺炎疫情，有讲话专业背景的台南市长黄伟哲2月25日一透早，甲教育局长陈新辉以及关心教育议题的市议员沈振东、李维英甲李启伟等，伫个国校开学当天，一同来到益在国小，了解校园防疫措施推动进行，体验校园量测体温措施。今天是开学第一天，特别到学校来看一下学校新的防疫措施有没有落实，以及这个学生们到校的状况。那可以看到第一关，我们就先让这个家长以及陪送的人能够到校门口就谢谢他们，然后让小朋友自己进来学校。那第一关就用这个酒精来先让他们的手部维持干净，然后第二关再去量测额温。那如果发现有这个额温偏高，或是说有这个症状了，就先到旁边的这个筛检区然后这个再做详细的这个检查。1、2、3，台南市防疫上早提出补助大校采购红外线体温侦测机械，得到教育部补助750万经费支持，并调整做法，600人以上的学校拢有，总共有92间学校得到机械。市长黄伟哲到中学国小，和小朋友做伙通过红外线体温侦测仪，肯定这项设备是学生快速进入学校的上好利器，也是协助学校防疫的重要助手。那因为台南市总共加起来有大概有60多所1000人以上的学校，但是我们遵节开支，把这个钱打散到这个其他的这个学校，所以说每个学校的补助的费用可能会降一点，但是可以分享到更多的学校。总之，这个有限的资源做更大的利用是市府的一个原则。所以呢，我们将会妥善运用这760万的这个教育部补助的中央的经费，那能够让更多的学校能够得到帮助。这点我们是很谢谢中央运用这个防疫经费来做处理。那么咱知影这武汉肺炎新冠型病毒开始的时阵呢，拄好换拄着咱来小朋友来放寒假、放春假这个时间啦，所以呢，互咱袂讲一时间呢，就紧张讲小朋友去到迄个学校内底呢，会去传染着啦但是毕竟这个春假啦，还是讲这个寒假还是会结束。那么囡仔去到学校内底，当然啦，咱的家长爸爸妈妈大家拢会担心，但讲囡仔去到迄个所在，哇，大家安尼算做伙是毋是会比较较容易来传染这个武汉肺炎？那么当然啦，咱市政府伫这部分就是伫进前。咱来讲超前部署啦，就是已经做一寡因应的这个措施。当然啦，有一寡咱的家长可能无讲介了解所以咱今仔日特别邀请到咱这个教育局咱的这个局长郑新辉郑局长，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一个介绍，互咱的乡亲朋友更较放心。那么咱节目一开始先邀请局长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拍一个招呼。局长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是，那么讲到这校园的这个超前部署，咱市政府这方面当然真积极啦但是因为咱爸爸妈妈可能伊也要去学校啦当然是有家囡仔送去学校，但是对着学校内底到底伊做到什么种的这个程度，咱可能无讲介了解，是毋是请局长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一个介绍？是
然后主持人在讲的吼，在市长吼，伊的迄个防疫啊的指导原则，就是要超前部署，要料敌从宽，御敌从严。所以，阮教育局吼和学校吼，以及其他的相关的团体啊，拢以这个原则来做准备。去台南市的准备啊，真正是超前部署。我的同仁吼，伫过年期间吼，伫中央吼，迄个指挥中心成立了吼，阮就在想讲哦，安尼。各过来了，可能阮台南市爱教育局爱准备啊，所以阮伫过年期间，讲实在一开始就讲物资的准备。因为你知影讲要来量测这个体温，这耳温枪吼，耳温枪这拢爱先准备起来，口罩这嘛爱准备起来。所以阮伫过年时差不多当然吼，真正无咧过年吼，就开始吼就咧盘点咱的需要量是偌济所以这物资的准备其实伫过年时就开始着手。过来吼，一开始吼，过年了后第一天上班的1月30，阮就召开教育局学校的代表个教师团体来开一个应变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就是针对这相关未来，所以个伫寒假当中要准备的一寡工课做一个探讨。所以这有那是足重要物资的准备的部分呢，包括头讲的是迄个额温枪、口罩、酒精跟那个漂白水，这拢是未来要用到的。所以，阮一开始的时候就超前部署了，就下单采购。所以未来个后端的时候，为管期开始要买的时候，买无额温枪，买无口罩，买无酒精跟那个漂白水。基本上我们大概都已经为学校做了一些准备所以学校今年来讲，他们的防疫工作相对就比较减轻负担，没有人家口中。另外，阮就有迄个成立迄个资讯小组。我们在资讯中心那边也成立一个网站我觉得专属武汉肺炎的迄个专区，内底有最新的消息，有迄个须知，各有防疫的这个小技巧那些等等基本上那些的准备，其实我们都蛮到位的。虽然讲咱台湾伫17当前有这个 SARS 啦迄个时阵咱像讲有一个演练过毕竟已经经过17当啦而且呢，咱即马教育局面临的是小朋友他们这么小，而且因的抵抗力也较歹啦而且呢，来到学校内底家人那侪人尼聚集在一起实在是我们会担心啦当然家长的担心，咱市政府应该会搁较谨慎啦就是讲咱伫这部分会比家长想的搁较侪是那么伫这部分呢，咱教育局家安怎去预防因日常的这个生活？日常的生活，其实咱咧看囡仔就是来到学校要安怎维持一个安全的环境这个是足重要，所以阮的迄个指导原则到今拢无变的。两个原则，第一要确保入校园内底老师也好，学生也好，一定要做好健康自主管理。大家囡仔还是老师入校校拢健康其实校内活动其实是可以一切正常。第二个部分就是讲，阻绝传染风险在校园之外。那就是说把我们不能够掌握的不特定的这些对象，我们一定要做好门禁管制，让有可能的风险呢就阻绝在校门之外。所以包括家长，我来想讲歹势过去你拢有在入校校内底拍拍照，即若要入校，阮来量测体温，你若入来先，阮有一个教室，就是接待区，你看你要找你的囡仔，我来甲你找来，互你遮会当。和囡仔做一寡互动，其他时间校园内底，连上课的时间，一般的人是袂当入嘛。即款有一个门禁的迄个管控，这个部分是足重要。当然你日常的迄个生活，我们其实上有系列的做法，包括要安怎确保大家拢健康。对，所以配合中央伊的规范，就是讲每一个师生伊的旅游史。他有没有到国外去？他的接触的对象有没有传染风险？这个我们会做一个全面性的调查。那物质的准备的部分，我们就给学校、老师、学生甚至护理师一些紧急备用的一些物资。他们需要的酒精、漂白水，每天都要清洁。这个东西我们都把它准备好。另外的话，其实还包括有一些环境定期都要去做。清查整理，然后门禁管制，还有最重要是卫教宣导。囡仔要每天其实要跑
跳跳，要会所以自我保护市长常常讲哈，要勤洗手比戴口罩重要。对，其实给买心啦，尊恭喜健康基本上应该风险是很低。但是小孩子就是东摸摸西摸摸，其实吃东西前一定要洗手那另外可能入厕之后都要洗手，这些须知我们一定要告诉孩子。所以我们实质还有制作了防疫小学堂小孩子很喜欢看这个非常浅显，口罩篇、洗手篇、健康自主管理篇，这些呢基本上对孩子的卫教是都很有效果。另外有的人还把我们这个小学堂拿去给大人看，大人也适用。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卫教的宣导非常重要。那另外就是要落实，就是孩子如果生病不要来上课你要在家休息，然后健康了才来学校，老师也是一样那这个部分呢，如果都能够落实，我们就比较能够确保我们校内老师的还有学生的一个健康。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拜托家长说，打电话你可能打钢筋出门的时候帮他量个体温，然后问一下看他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如果有不舒服，那就不要勉强来上课，就先在家休息，恢复了再来。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想讲我们如果黑板像那个卡通一样那这样子的话，每一个读书都会很快乐因为那像在看卡通影片嘛，在看那电视。那我们今天呢，为了这个防疫当然这几挂这影片我想有几个家长无条也看过那我们就是很浅显，然后呢，伊在吸收这个知识的时候，他会觉得是一种很轻松它不是一种很严肃，然后让小朋友呢，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看影片来学习，我在想他们这个效果会是更好啦那么我知影就是讲，目前咱台南市的血统内底有人有，比如讲是确诊的人，还是讲有被隔离的，有这个名额吗？我们现在来讲，其实台南市相较于全台湾其他县市是相对是比较安全。那虽然有一些确诊的案例但是事实上当然都是境外因为比较多。本土的我知道好像也非常的少，而且那个应该早期一开始的时候，但这一些感染源都能够掌握，所以事实上呢，相对是没有所谓社区传染不特定对象传染这个问题。那我们学校的师生来讲，那更不用讲，现在是没有，因为一旦有一个孩子确诊，我们就要停班，然后就是要停校。所以目前来讲，学生感染是没有。因为到目前为止，刚刚所谓的台北部有血统一所高中它有发生了，对。那另外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居家检疫，他可能有一些是。有从那个大陆那边回来那当然这一些孩子对他要居家那个检疫必须要被隔离在家。那这个部分我们随时都有掌握那为了让这些孩子呢也能够在家，然后不停学所以我们这个孩子在家呢，我们也有请老师呢，一方面关怀他的身心要辅导，另外一面都他学习。我们有在家自主学习网里面有很多资源很多资源可以给他。就上网去。对，那现在更进步了。我们如果他在家里面呢，老师指导，那他不能来学校，他在教室里面，老师很用心他在教室里面架一个录影机，它可以同步上课，所以他可以看着架一台那个电脑，然后就同步呢，就跟班上的同学一起上课。那老师呢，他电脑放在他的第一排，所以老师呢也可以看得到他的有没有用心，有没有乱跑，有没有专心听。所以事实上，让孩子也可以在家跟着其他同学同步学习，这个目前来讲，我们也是做得非常的到位。那么讲了超前部署，当然那可以想的讲。我们不愿意啦当然我们不要说里面有人确诊如果有疑似的话，那教育局家还是光学校它怎么因应呢？基本上我们对于疑似或者是确诊，那现在没有了，但是我们已经有规划一个作业的一个规范比如说有关那个紧急那个应变的一些作为，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要跟卫生局合作。一旦有疑似，比如说他们其实不叫疑似陈局长跟我讲，那叫通报。那一旦有通报之后，其实我们学校就会知道，那我们就会去配合卫生局，然后去做必要的我们叫做检疫，就说哪一些人可能跟他有接触，先做一些前置工作跟准备。可是不代表他是确诊。那一旦确诊之后，我们当然就要了解他的接触的范围，那哪一些学生是可能需要
居家隔离，那就会找出这些对象。那一旦人数多，可能班级就要停课，可能停一班，甚至有可能就要全校来停课。但这个部分的停课，我们会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他们的决定来做决定。那但是我们学校相关的作业就不是这么简单，要应变小组，接下来我们要排他的，如果是停课之后的在家的自学那些课程的规划，另外环境可能要消毒，有可能停一班，那家长不放心啊。市长有讲来讲，无唔对啊，一个停一班，家长可能唔敢让囡仔过来上课啊，所以他请假搞不好更多。所以我们一定会疫调完，确定哪一些学生是有风险，哪一些其实都没有。那当然，整体消毒之后，家长把孩子带来，他会比较安心。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做环境的一个清洁，另外就是辅导关怀，这个部分呢都有一封信给家长用，这个我们 SOP 都已经做得很到位，所以一旦真的还能有这样的事件发生，我们大概会整个启动我们的标准作业的一个流程。对，拄则局长有讲到啦，讲停课不停学嘛，哈。那么在这个当中，我知影讲，即马是安那政府啦，哈，咱民间大家做伙一起来防疫啦，哈。这个这个防疫哈，会当讲在国际上哈，咱台湾算讲是一个模范生啊。这不只是讲咱政府哈的作为，咱民众吼的这个配合吼，更加是重要啦，哈。那么我知影讲吼，咱市政府家吼，咱教育局有配合讲，咱一寡民间的这个出版商啦，哈，就是讲要互咱的这个学生啊。在这个当中所谓讲停课不停学在这个部分这个会当连贯那么我知影咱这部分教育局有一寡做法，是不是嘛？给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报告。我想这个部分台南市有那是超前部署。这个停课不停学呢，大概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那个寒假就是延后开学。所以这个时阵我对那个2月11号进行差不多都规划完成临教育局的首页都有一个迄个线上寒假线上自主学习网，迄内底呢，囡仔放寒假的时候他就可以上去用，点击率还蛮高的。尾啊后来接着呢，我们大概就是因应有可能会停班，甚至全校都停课。那这一种学生在家的自主学习，我们更完整的建构了有3个模式。第一个就是用教科书上，因为囡仔恁好，伊拢选我是南一啊、翰林啊、康轩的版本嘛，所以呢停2礼拜，他们回去之前，老师就会给他指派，你可以看那个你是哪一个版本，然后第几个单元，那个教科书上呢也蛮帮忙的，所以我们叫公私协力的第一个模式，就是他们提供免费的线上学习的资源，那我们就架在我们的那个线上自主学习网。这是第一种模式。所以我们不会中断了。对所以囡仔等下先得当老师给他指派一些课程一些进度要看哪几个单元，点了它里面有一些学习的资源就可以看。第二种就是直播教学。直播教学就是我头讲的我们有辅导团，他们有分工，国英式设置。他们依照这2个礼拜呢，有哪一些课程的内容要教的，老师先录制起来。那也可以直播。就是线上直播上课，一起开课，学生都在线上看。那另外就是老师自己开课，所以老师线上呢，个微软的 Teams 或 Google Meet， 这个是通讯软体，可以揪学生，然后一起同步，那老师一样照常上课。这是第2种的一个模式。那第3种呢，就是这个辅导团呢，他们根据比如说这学期，从低年级一直到国中。那这一个版本的教科书应该要学会的，我们叫做核心概念。那把核心概念架构起来，成为一个知识地图。然后每一个核心概念呢，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微教学影片，那我们把它串联起来。那一个影片大概5到10分钟。那老师就可以回家之前呢，给他指派。你要看大概10片的教学影片。那这个数学你也要看5片。那你这个部分呢，他回家就会照常的在那看。每一片看完10分钟，后面还有测验题。所以那个部分其实包括我们的英才网，或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像军医的平台，其实相当多。那这个部分我们辅导团的专家教师他们会去规划。那这个就第3种模式。所以基本上这个
整体的停课不停学了。我们现在就是还没有发生，但是现在我们发生的叫做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学生防疫假，就是说我们现在台南算是第一个宣布，就是大家共同生活的家人有人是居家隔离、居家检疫的话，那他学校给他那个防疫假，他可以在家。不过在家呢，他可以用非同步的，刚刚讲的一些自主学习的资源，另外一部分叫同步，就刚刚也有谈到了，就是说你也当同步老师上课，然后囡仔在顶厝呢，同步跟班上同学一起上课的这种方式，其实已经开始在做了。所以好像我们都事先已经设想到很多的层面，有可能发生的那些状况，然后到时候真的不是我们愿意的哈，但真的如果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有办法去应付了哈。这么多的问题。对，那这个部分其实叫做有学习的资源，可是我们另外也要考虑到说，那硬体设备，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啊，你在家学一定要有要可以上网的平板啊、电脑啊，另外还有无线的网络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现在也已经完成了盘点，盘点，等于说处理。没电脑的，没网络的，我们大概把它盘点起来，然后我们去看，有多少学生？现在大概12000多个孩子他是没有那个硬体设备，但大概有将近7000是没有网络，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对，那现在我们就盘嘛，我们大概总共有11000多台，所以绝对是够用。那无线网络我们有中华电信，也有教育部它的免费的。那我想这个部分到时候如果需要，我们都可以来借用，让孩子在家自学。那么讲到这个所在，咱小休息一下，咱来看哈，咱教育局哈用心制作的一个影片呐哈。那么咱除了讲小朋友看很好看哦，咱家长来看哈，也是一样吸收一些防疫的知识哦。来。大家好，我是防疫主播黄小哲。面对即将到来的开学，台南市从市府到各级学校已经完成各项防疫物资的准备，也规划了完善的防疫措施咯。而本集的防疫小学堂特地整理了学生健康管理的要项，以及校园防疫规范的说明。希望各位小朋友和家长们共同来配合，降低疫情在校园传播的风险，同时维护一个健康安全的学习环境哦。学生健康管理，首先要养成自我良好的卫生习惯，例如打喷嚏、咳嗽时要用面纸、手帕或衣袖遮住口鼻。若手接触到呼吸道分泌物时，尽快用肥皂及清水清洗干净。充足的睡眠、规律的运动、均衡饮食，建立良好生活习惯也很重要。每天上学可以提早出门，配合学校测量体温。如果身体不舒服或进出医疗院所时，记得要佩戴口罩、勤洗手，不接触口、眼、鼻，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发烧或生病时，也要主动告诉父母和学校老师，应该在家休息并自我健康管理。学校放学后或活动结束后，要赶快回家，避免在外面逗留哦。家长篇，请家长们若有高风险疫区旅游史，请主动告知学校，并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让学校掌握资讯并提供协助。每日上学前，在家为孩子测量体温并记录，并帮孩子们准备手帕、卫生纸，让孩子在咳嗽、打喷嚏时可以遮住口鼻。配合学校入校测量体温及接送孩子的交通动线，非必要尽量避免到校。若需要到校，也配合入校的检疫过程。如需进入校园者，也请先至访客会谈区接受引导及登记，请勿直接进入办公室或教学区。多安排户外亲子活动，养足健康体力。如有居家隔离、检疫或自主健康管理时，能配合学校实施学生自主学习。校园防疫是传染病防治相当重要的一环，因此必须靠全民团结合作，
才能有效阻绝疫情在校园的发生。为了打造安心自在的学习环境，台南市防疫小学堂敬邀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与学校共同携手走过校园防疫期，从建立良好的防疫观念做起，确保自身及亲友的健康。我是防疫主播黄小哲，防疫小学堂感谢您的收看。好多的影片咱看到了我在想，不只是小朋友他能够吸收一些防疫的常识啊，咱的家长小想嘛，会当在这当中学到足侪物件毕竟这武汉肺炎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啦那么这个中间咱教育局呢，为着要照顾咱的这个学童，让咱的学童伫咱的这个学员内底为这个环境是上健康的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实施做很多的动作还有差不多咱讲的一寡超前部署。那么超前部署以外，好像还有一些创新的一寡行为举动。那么是不是请咱局长给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好不好？好，我想因为市长就关心咱的防疫一定要扎根落实咱也知影讲。囡仔拢是父母心中的宝贝所以在学校里面的防疫要让它做到位这足重要除了头讲起的咱的提前物资的准备另外就是防疫须知卫教的宣导以外其实咱都有做一个创举包括停课不行学在那领先另外补教，今年我们也首先推出了，其实跟补习班因为。开学应该说新生报到日的时候一堆人去大校，然后补习班呢就要来发传单。那这个部分我们今年真的是创举，那拜托他们呢不要再去发，因为发传单就是人人之间近距离接触，那基本上也违反现在所谓防疫，我们要不特定要1.5公尺1公尺对的这个，所以我们事实上是想在前面，不过也谢谢他们的帮忙。但是我们同步呢不影响他们的宣传，所以我们在教育局也首度。真的是破例为补习班开一个他们安全宣传的专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创举。所以现在家长呢，你们要看我要小孩子补习，其实你进到我们教育局的首页就可以查询了各个不同补习班，我想对各位来也很方便。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补助各个学校配合教育部，补助他们什么？因为下雨快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给他红外线的这个体温侦测仪，600人以上。我们也可以给他补助，让孩子呢很顺利进去校园这个部分基本上也是创举。另外，我们的防疫小学堂，另外有一些影片的制作，那这些包括补教的，包括幼教，我们都做出来。所以各位这个乡亲如果你有兴趣进到我们教育局的这个专区，你就可以呢看得到。最重要的是卫教宣导，家长重视。然后也能够跟着孩子一起来，小孩子也知道自我的健康保护。我相信我们整个校园的防疫一定可以做得很好，我们的孩子就能够健康确保。今天感谢咱局长来到这个节目当中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校园的这个防疫因为毕竟小朋友伫个校园内底接受遮侪人我咧想加减家长会担心但是咱今仔日。局长来介绍了，我相信咱的一寡作为，互咱的乡亲朋友会当放心，把咱的囡仔送去校园内底那么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回来今天感谢咱局长，谢谢阿妈，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谢谢。真感谢啦，不过贵店长我还是要强调一下的，因为这个样子让家长或是我们社区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共体时间，大家能互相体谅。我相信以孩子的健康那么为首要的目的啦，我想大家都可以接受。谢谢局长，谢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见，谢谢，拜拜。